自立支援裏邊嘅自立咧，唔係單單講緊身體上面嘅自立，特別我哋眼前嘅長者係面對各種唔同嘅照顧需要啦，所以除咗身體之外，其實係同時講緊精神上面嘅自立。而照護正正係一個媒介，可以喺長者嘅日常裏邊創造安心嘅環境，讓到我哋嘅長者不論面對唔同嘅情況挑戰都好，都同樣可以有尊嚴咁去到生活。一個人未必會因為一條尿片或者一張輪椅而失去咗尊嚴，但係一個人會因為同人之間嘅互動而感到自己冇咗尊嚴。喺日本，自立支援其實唔係一個方法嚟嘅，而係一個照護嘅思維。而我哋嘅自立照護正正係將自立支援同埋介護福祉呢兩個咁重要嘅理念融合埋一齊，並且將佢本地化。自立照護對於機構嚟講，可以成為一個有溫度嘅文化，而對個人嚟講，亦都可以成為你同埋我嘅 lifestyle。